Hello，各位大家好啊！我係珠海情師奶，相信大家咧已經喺視頻上面咧都有了解過珠海灣呢個樓盤嘅啦吓。咁咧，我哋而家咧今日嚟講一下咧，就珠海灣佢究竟咧有啲咩缺點吓。首先咧就係地塊非常之大吓，210萬平方嘅一個好大嘅地塊，片區咧開發嘅周期咧係好長嘅。咁目前咧喺度開發緊嘅咧就係我哋嘅109地塊啊，即係而家賣緊嘅一期吓。咁啊，其中咧仲有一個係缺點係乜嘢咧？就喺109地塊嘅對面咧，會有一個咧聚華應該叫做裕華橡膠廠呢個地塊，佢係做呢個康養中心啦、小學啦，同埋包括有可能係做埋嗰個住宅嘅咁淨係我哋而家先知道就係有嗰個康養中心同埋小學，住宅咧佢就冇公布嚇。咁另外嘅話咧，我哋又要講下佢嘅一個缺點係咩咧？就係佢個戶型咧，雖然係中規中矩啊，但係咧佢個陽台其實咧佢長度係夠㗎但係佢個闊度咧得1.2米感覺咧就係佢該有嘅陽台嗰個闊度咧去咗呢個停機坪嗰度啊嘛。每一個戶型咧都會有9平方嘅停機坪。其中咧就係我哋嘅2梯5戶同埋2梯4戶嘅呢啲樓棟咧，佢嗰個樓間距大約只得係27米嘅，呢啲都係佢個缺點。我哋呢個地塊咧，而家喺度開發緊嘅呢個地塊咧，其實佢係靠近咧叫做唐岐路。呢個唐岐路咧，佢以後咧會喺我哋嘅奇澳島連接住深中通道咧，有一條咧快速路嘅。所以嘅話咧，如果靠近唐岐路呢條路嘅話咧，以後咧佢會變成一個咩咧主幹道啦好啦，除咗啱啱所講嗰啲缺點之外咧，我哋要講下啦，10棟9棟呢啲樓棟嘅話咧，佢係靠近咧就係幼兒園嘅。咁所以嘅話咧，靠近幼兒園有2戶咧，會特別咧就係俾呢個學校嘅噪音咧會有所影響啦。若果唔介意嘅話咧，你就接住嚟啦，係咪我哋咧嗰個7棟嘅樓王咧，其實咧佢個旁邊咧亦都有一塊咧中學嘅用地嘅。中學用地起好咗之後嘅話咧，亦都會有呢個學校嘅噪音影響㗎我哋了解一個樓盤咧，除咗係了解佢啲缺點之外嘅話咧，亦都係要再了解一下咧樓盤裏面即係房間裏面嘅交標其實佢個房間裏面嘅交標咧，屬於係一般般嗰種啦，即係乳膠漆啦，跟住係地磚啦，廚房嗰啲普通嘅3件套啦，廁所亦都係嗰種普普通通嗰啲咁嘅交標啦即係唔屬於係一種係好豪華嘅交標嚟嘅。以上咧呢啲缺點咧都可以接受嘅話咧，我哋接落嚟咧亦都要了解一下佢嘅優點嘅首先咧就係佢係片區發展嘅定位非常之好啦。高新區咧係屬於咧呢個區域嘅一個行政中心，亦都係一個文化中心、商業服務中心，以及咧就係科創中心我哋嘅高新區咧，亦都係屬於珠海嘅北大門交通樞紐有2條跨海大橋同埋2個輕軌站、1個港口、2條快速公路去到我哋嘅香洲區、西區，同埋咧珠海嘅周邊城市，一條咧非常之靚仔嘅沿海風情嘅一個情侶路可以咧直接咧去到我哋珠海各個片區都得。咁就喺呢個小區裏面咧，開車咧去到我哋嘅興業快線啦、金琴快線啦，直接咧就去到我哋嘅香洲區咧，亦都只需要係15分鐘嘅時間啦。30分鐘之內咧可以到達我哋嘅九洲港碼頭啦、橫琴啦，同埋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啦。喺項目咧開車咧15分鐘左右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深中通道咧，直接咧去到我哋嘅深圳咧，全長嘅時間咧亦都係55分鐘嘅時間。喺小區附近咧會規劃咧有一個深珠通道，預計咧就係2028年咧就會開始建設㗎啦。深珠通道咧一旦通咗之後咧，佢會有一條快速線路咧接住唐岐路嘅，開通咗之後咧，只需要開車咧大概咧係40分鐘咧即可以到達我哋嘅深圳嘅。仲有咧，你開車咧18分鐘咧可以去到我哋唐家站同埋咧珠海北站，乘坐呢個輕軌可以通往我哋全國各地，都係好方便嘅。
喺我哋珠海灣1.5公里左右咧，會有一個咧就係唐家港至到我哋深圳嘅蛇口啦、深圳機場、周中山呢啲航線嘅。咁咧直接咧可以拉近咧就係我哋咧深珠之間嘅距離啦，同埋周邊城市嘅距離嚇。佢仲有啲咩優點咧？就係周邊嘅配套咧，其實都係幾成熟嘅。喺項目咧正對面咧就係港灣1號啦，咁亦都係屬於高新區嘅政務單位企業。喺1公里嘅範圍之內咧，亦都會有我哋嘅唐家古鎮商業街啦。咁1.5公里範圍之內咧，有我哋嘅前環嘅格力商業街。咁喺華發喺呢一個片區啊，佢個規劃嘅配套咧，亦都係好全面嘅。無論咧係小區外面啦，亦或係小區嘅裏面咧，佢個配套咧都係為居住喺呢度嘅業主咧有個貼心嘅準備啊。例如咧喺家門口咧有幼兒園啦、小學啦，仲會配建咧呢個中學嘅。咁附近咧亦都有1.5萬平方嘅華發新天地嘅商業街啦，5400平方嘅鄰里中心，3萬平方嘅阿諾亞體育公園。咁小區咧，佢嘅對面咧亦都有後環公園嘅。而且咧喺我哋嘅109地塊，即係而家咧賣緊嘅1期嘅對面咧，會有一個康老中心嘅。咁呢個康老中心咧係約2.4萬平方嘅一個建面嘅。咁華發呢個樓盤咧好火爆，係火爆啲乜嘢咧？嗱，最主要咧就係呢個叫做無人機配送嘅一個智慧型第4代住宅嚇。首先咧就要講下佢嘅科技住宅啦。佢嘅科技住宅係乜嘢咧？就係你業主咧人臉識別進入呢個小區裡面之後咧，無論你行到邊一棟，接咧就人臉識別。如果你係去到你嘅樓棟嗰度咧，佢直接咧就喺你嘅大堂，你一入到去。去到嗰個電梯口嘅話咧，佢都幫你叫埋電梯㗎啦嚇。咁仲有咧就係室內咧就係智能化嘅呢個功能，呼叫到物業咧，即係你可以喺你嘅手機裏面下載佢嘅 Apps， 然之後咧可以咧喺你嘅手機裏面呼叫物業啦，亦都有公區嘅天空之眼咧去監控小區裏面活動嘅家人嚇。咁無論係細蚊仔抑或係長者喺呢個小區裏面活動你都可以睇得到，可以守護到你屋企人嘅日常嘅活動嘅安全啦。咁我哋嘅小區大堂同埋會所、飯會所、停車場都投入咗各種機械人嘅服務嘅。咁小區嘅園林設計咧，亦都係非常之極致嘅。嗱，成個小區咧，佢個採用嘅一個設計咧，係新加坡度假式嘅一個設計，有8.6米嘅一個垂直立體嘅園林設計，搭配咧700平方嘅帆高升空無邊際嘅泳池。如果你喺呢個無邊際泳池嗰度游水嘅話咧，可以270度高空睇到我哋小區嘅園林景觀更加之靚仔。咁泳池隔離咧，亦都會有一個咧就係酒吧嚇，咁完全咧好似咧你住喺呢度咧，就成個係度假 feel 嘅感覺㗎啦。全齡年段貼心嘅會所，耗資2個億去打造嘅3800平方嘅一個會所嚇，可以貼心咧服務到每一個業主㗎。譬如有普拉提室啦、健身室啦、瑜伽室啦、專業嘅健身房啦、恆溫泳池啦、汗蒸室啦，可以滿足咧就係比較中意運動嘅業主啊。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嘅飯會所咧係會有20個主題嘅，包括咧係有閱讀書吧啦，仲有我哋嘅私宴會客廳啦、業主飯堂啦。咁小區呢邊嘅話咧，除咗係照顧成年人嘅健身、休閒、娛樂之外仲會貼心咁樣為細蚊仔咧去設計咧係童樂園，包括有啲乜嘢咧波波池啦、智嘅樂高區啦、圖書館啦、鋼琴室啦，全方位可以俾細蚊仔喺呢度咧可以學習啦，同埋遊玩啦。喺小區嘅飯會所都可以咧就係玩足一日嚇。咁呢個華發珠海灣咧更加貼心係乜嘢咧？就係照顧到我哋嘅長者喺我哋嘅1期嘅對面就有咧呢個康養中心啦嚇。咁呢個康養中心嘅話咧，24小時嘅健康監測啦，仲聘請咧就係3甲醫院嘅團隊，令到長者咧更靠近我哋自己嘅仔女去居住養老啦。咁另外我哋咧小區嘅教育資源咧，亦都係非常之豐富嘅。小區門口咧就有9年制嘅呢個書包啦，係已經簽咗咧就係文員嘅呢個學區㗎啦嚇。咁華發咧喺後環呢個片區咧起一個咧就係第4代嘅智能化無人機配送嘅小區。咁規劃個面積段咧係有210萬平方嘅，其中咧首先開發咧就有4個
地塊，在售嘅咧就係109地塊。佢嘅佔地咧係4.5萬方，建面咧係16萬方，一共咧係有10棟組成圍合式佈局嘅小區，總戶數咧係1212戶㗎。咁佢個綠化率咧係35%，容積率咧係3.39。咁佢個樓間距咧約咧就係27米到30米啦。7棟樓王呢邊嘅話咧，佢個樓間距咧係有200米嘅。咁啊，我哋成個小區咧係擁有咧70米寬闊嘅一個大門啊。咁啊，呢個大門非常之靚仔咧，而且咧搭配咗有6.2米高嘅一個星級酒店同款嘅洛克大堂。咁啊，流動嘅外立面咧係採用咧玻璃幕牆同埋鋁板搭配，內容咧亦都唔顯舊。咁小區呢邊嘅話咧嘅入戶大堂咧係採用天然大理石加金屬搭配，佢嘅色調咧係以黑白為主啦。小區嘅停車場咧係自帶有洗車房啦，配有咧充電樁，滿足咧係有呢個電車嘅業主嘅需求啦。然後咧就係無人配送嘅快遞車啦，負一層咧亦都係有感應開啟嘅垃圾房。咁我哋珠海灣咧佢個戶型咧其實都係好獨特㗎。我哋而家先講下佢個戶型嚇。咁我哋嘅8、9、10棟咧係屬於2梯5戶。咁我哋嘅1到6棟咧係2梯4戶，流動咧係採用咧就係雙層錯層式嘅設計。咁我哋成個呢個戶型咧，佢個使用率咧係100%嘅新規嘅產品。每個戶型咧佢都會有9平方嘅露台送俾你嘅。嗱，咁咧佢雙數層同單數層嘅戶型咧，佢呢個露台咧佢個方向都係唔一樣嘅。咁我哋成個小區咧，只有1棟樓王，3梯3戶。呢個樓王咧就喺7棟啦。咁亦都係每一戶咧都會有30平方嘅大露台㗎。咁啊，採用咗環繞式3層錯落式嘅一個無干擾設計嚇，形成咧6到9米高嘅一個調高嘅空中露台花園。實現咧就係空間個性化訂製嘅多種功能利用啦嚇。咁我哋呢邊咧個戶型係乜嘢咧？就有122平方，3房2廳2衛，帶有30平方嘅露台停機坪。咁客廳咧同埋我哋嘅主人房咧係採用咧全面嘅玻璃幕牆，270度嘅環繞式嘅落地玻璃窗設計嚇，視野係更加之寬敞嘅。我哋先咧睇睇咧就次臥先，另外一個房間呢個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主人房呢邊嘅話咧可以睇到270度嘅我哋嘅呢個小區園林景觀啦，仲有咧我哋一個主人房嘅衛生間都係做到非常之靚仔。好啦。呢度咧可以話得咧就係呢個戶型完全冇浪費到所有嘅呢個面積段。咁我哋嘅240平方咧係4+1嘅戶型嚇。嗱，呢度咧就成9米高嘅，約有咧就係30平方嘅露台停機坪啊。咁客廳咧係有360度環繞式嘅一個落地玻璃窗設計，3面採光，視野更加之開闊啊！入戶門呢邊嘅話咧，你可以睇到呢度都係你私家享用嘅電梯入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嗰個雜物間。咁啊，呢邊嘅櫃都做好咗，呢邊3個房間，呢邊2個房間，先睇2個房間呢邊先。咁係一個創新嘅戶型動靜分區嘅一個感覺啊！主人房咧帶有咧衣帽間同埋我哋嘅衛生間。咁主人房呢邊咧係睇到我哋嘅小區園林，可以放得落咧3米嘅床㗎。呢邊咧再睇睇呢邊個房咧就係我哋嘅父母房啦。父母房咧亦都係帶有呢個衛生間嘅。喺父母房呢度出嚟嘅話咧就有一個公衛。呢邊係我哋3個房間，第一個咧就係工人房。亦都係帶有衛生間㗎。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多功能房間。咁啊過嚟呢度咧就係我哋嘅細蚊仔嘅房間，亦都係帶有衛生間㗎嚇。再去睇下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嘅位置。廚房呢邊咧做咗中西倒台。咁啊呢邊咧就係我哋嘅 U 型嘅廚房。咁啊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大客廳。咁啊大家咧如果對於我哋咧呢個珠海灣咧係有興趣嘅朋友咧，記得咧就係咧WhatsApp 或者係 WeChat 我帶你現場睇房啦。